願意分享，樂意獻出所有，如同孩子的餅與魚，立志將所擁有的送給人，成為別人祝福。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日到1分鐘牧想時間。今日我同大家講嘅題目就係英國最普遍嘅炸魚同埋薯條。我剛剛喺呢度買咗一個炸魚同埋薯條，我相信住喺英國嘅華人或者英國人都知道炸魚薯條咧係非常之普遍嘅食譜，亦係代表咗英國嘅傳統嘅食譜。呢啲炸魚嘅薯條最早期嘅時間咧係用呢啲新聞報紙去包嘅，因為新聞報紙咧喺當時嚟講起源嘅時間都係好便宜嘅，同埋咧可以保暖。咁當然去到今日咧，再唔會用報紙去包啦，因為有啲油漆咧、油墨咧都食到唔健康嘅。咁所以而家改變咗之後咧，就用啲白色嘅食嘅紙。咁當然咧，到今日咧更加包之後咧，裏邊咧就盒嘅。咁盒咧就係一啲嘅炸魚同埋薯條啦。大家可以睇一睇炸魚同埋薯條。咁陣間我錄完之後咧，我都會食咗佢嘅。其實炸魚咧同埋薯條咧，點解成為英國人嘅傳統嘅食物咧？咁因為由宗教咧、歷史咧、工業化咧同埋實用主義幾個嘅題目去組成嘅。喺宗教方面嘅話，英國早期係受咗天主教嘅影響。所以喺傳統上高，天主教係星期五係唔食肉嘅，唔食紅肉嘅，所以魚就係佢哋嘅選擇。到18世紀嘅60年代開始咧，英國開始咧就係工業革命啦，直至到19世紀嘅工業革命嘅時候，好多工廠嘅工人咧，佢生活嘅工作嘅時間好長嘅，好夜嘅，翻工翻到好夜，所以咧佢哋咧覺得食當時嘅炸魚薯條咧係非常之便宜啦。咁因為佢哋人工唔係好高啦，咁同埋佢哋都有5日嘅工作，去到星期5嘅時間，咁佢哋咧真係好攰啦，做到咁咧，於是乎唔想煮飯，咁於是乎咧就不如買炸魚薯條啦，然後攞翻屋企咧同屋企人一齊去食噶。其實炸魚薯條亦係咧受着西班牙同埋葡萄牙，佢哋有一啲猶太移民咧去到英國嘅時候咧，咁佢哋咧就將呢啲佢哋傳統咧係星期5咧係唔食肉嘅，咁所以佢哋咧都係星期5嗰陣時候咧就用咩咧？用一啲叫 beta 即係話咧有啲嘅粉漿啦，就染咗呢啲魚咧就攞去炸咗佢，所以咧就引入咗去英國，成為咗英國傳統嘅炸魚同埋薯條啦。佢嗰炸魚薯條咧，咁可以講話咧非常之普遍啦，因為傳統好便宜嘅。早期用報紙包啦，咁而家當然就唔會啦。而家用啲可以食用嘅白紙去包住佢，就好頭先我俾大家睇嗰張。咁炸魚薯條喺英國嘅街頭小吃啦、小食啦嚇，咁咧可以講話好親民啦，同埋久而久之咧成為咗一個傳統嘅食物啦。咁喺聖經裏邊咧，其實耶穌施行咗5餅2魚嘅一個神蹟，大家都好清楚嘅。所以當時跟隨耶穌聽佢講道嘅人好多，又喺曠野咧冇食物㗎噃，所以佢唔忍心咧睇到啲人咧又餓又攰咁樣離開，因為耶穌憐憫佢哋，佢唔止關心人嘅靈魂，亦係在乎佢哋嘅生活中嘅需要。當時只有一個小朋友，佢係有5個餅2條魚啦。我哋睇下呢個神蹟好奇怪嘅地方就係話，耶穌就問佢哋：你哋有幾多咧？咁重點咧，其實就係講到人嘅不足啦。但係交到上帝嘅手中嘅時候，就變咗好多好多。所以喺約翰福音裏邊6章，當耶穌行完呢個神蹟之後，佢就即刻指出就話：我就是生命嘅糧。我哋知道啦，我哋嘅生命唔係淨係填飽咗我哋嘅肚，耶穌自己亦係可以講係一個永生嘅神。佢可以真正供應我哋嘅食物，同埋咧神蹟有個坐標就係指向永生。當人
將自己交俾耶穌基督嘅時候，佢唔單係滿足咗我哋嘅當下嘅需要，係引領我哋咧係去到賜永生嘅上帝，與上帝同在，直到永遠。願神祝福大家，阿門。